2024本路技术骑到台南新怀番薯园，提起车马，手一挽一粒一粒盐水的番薯就挽出来，每一个长辈拢真痛。好开心！73岁第一次挖地瓜，体验这个生活，体验，因为平常没有勇气，跟着不老骑士他们办的有经验，所以我就有勇气来。但是我女儿很反对，她很担心，对，所以我把这个传给她看，她就知道不用担心。第一次自己挖这么多，第一次跟着骑车嘛，第一次，对，80岁。所以说80岁听起来骑车感觉怎么样？我完成一个圆梦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妈妈不要我骑摩托车啊，所以现在想想说，完成一个说环岛啊，我带着父母亲，他们都现在都在的话，都100多岁了哈，然后我就带他们的相片，我就好像带他们的环岛去。本路技术骑车环岛，有人找到少年时的遗憾，冇人抱着热情加勇气。其中80岁以上有8位，70岁到79岁有13位，65岁到69岁有8位，上高龄是这位100岁郭青松，已经是第5摆参加。虽然是100岁，但我对骑车这个是一定我落去佚佗啊！骑车是上好的代志。尤其是阮这个老人哦，这个是咧骑车哦，是一种处理啊，一种运动，安尼啦，精神就会较好。65岁邱吉欣4岁时因为车祸只剩一支脚，但伊相当乐观，介意爬山4过省，去年也特别去考机车驾照。其实我以前没有骑机车，我为了参加不老骑士。我去年12月25号才去考驾照。我之前我是有骑脚踏车、开车。不老骑士传爱千里，我觉得非常棒。最主要就是我们的那个志工团队，道安的，他所有的志工真的是把我们这一批老人家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照顾。为了让这段路程会当更安全顺畅，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特别安排道安志工陪骑，过程中志工甲家属拢看到长辈改变，同时感谢基金会体贴规划。长辈的状况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会在活动过程中会有所进步。他们走出家门之后，他们变得更开朗，对，不会像可能就是有些长辈原本是比较内向的，那他们会更开心，然后更愿意跟其他的朋友接触这样。我爸爸是85岁了，其实我们都很担心，而且尤其是我爸爸之前的膝盖非常就是退化，你知道吗？结果他那时候其实前2年的时候是真的是没办法行走，他真的是走几步路就非常痛。你可以想象他现在要环岛了。你们能了解那种就是家属很担心，可是又觉得很骄傲。本路技术在挑战做家己的同时，这段路程的重点是实用教育，要认识各种在地优良食材，接触号召社会大众来关心独居加弱势时代的食食健康。弱势餐食的一些需求。都会先想到说吃得饱，我们先顾吃得饱这件事情。但其实吃得饱之外，我们还要考量到长辈他们到底吃不吃得健康，到底他们在吃的这些食材里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做一些关注的。所以也想要透过这一件事情，让大众一起来知道说，弘道这边不是只有关注吃得饱而已，吃得健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样子。本路技术体验对产地到产地的完整过程，实在嘛比送回台中的厨房做成美味的餐点，让长辈吃入去的每一嘴拢加了一份安心。我说地瓜，你说耶，地瓜，地瓜。台南新闻杨顺怀、张顺维采访报道。